台语真连长，愈讲愈连长。大家queen边，大家我小杰。这几日吼，又搁到10月初10这个时间啊。也毋过吼，较早有台湾意识者的人吼，就定定咧提醒，其实吼，伫1911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咱搁吼日本人咧介管。迄个时阵吼，其实伫台湾有发生几个较重要的本土事件，亲像阿里山的铁基路通车，搁有台中甲彰化遮中部的城市开始咧用电火，这确实真正是台湾本土化一个故事。就亲像你讲的，迄个时阵啊，台湾因为日本的统治，所以就开始接受一寡西洋的一寡现代化风俗的改变。有一个物件吼，就是咱即马常常看到，伫个日本时代，就伫个台湾发展产业的物件，就是咱热天上爱食的冰淇淋。伫个台湾伊的制冰的技术引进的，咱台湾若是要食凉的，拢是食啥物仙草啦、澳药这凉水有无？毋过到1896年的时阵，就有英国的商人甲咱大稻埕的弟兄李春生合作，起一间伫个台湾的头一间的制冰厂。迄个时阵啊，根据这个驻镇台湾伊分享的资料啊，其实到1898年的时阵啊，伫个大稻埕就有伫个卖迄个冰淇淋的资料啊。咱家己有现代化制冰的技术的时阵，咱就免为外国来进口啊。是。迄个时阵吼有一份杂志，伊叫做《乌万》。这个《乌万》的杂志，伊是伫1908年创刊的。这创刊的杂志，伊是咧互要学台语的警务人员来去读的。这期间其中有一期，伊就讲到吼，伫4、5月的时阵，冰淇淋较无大销的时阵，商店伊就会推送活动。伊推的活动吼，譬如讲吼，你买有够额，伊就会送你优待券。这优待券就是讲你开5钱，你通去商店内底食冰淇淋。迄个时阵的冰淇淋吼，伊的主要成分主要是牛奶，还有鸡卵，所以咱台湾话就会叫伊叫鸡卵冰，还是讲卵冰安尼。这个甲咱即马有时阵伫个一寡商店伫个买罐，敢若鸡卵迄款鸡卵冰是无共款的物件哦。重点就是伫个1910年的台湾啊，迄个时阵的冰淇淋产业伫个台湾就有足大的规模啊，自上小到高级的，而且伊的口味嘛足多元的，亲像啥物西瓜啦、满地啦、草莓、柠檬、山药等等，拢有在卖哦。对遮吼，咱就当看到伫日本时代中期的时阵，这边的产业是安怎跟在地的果子业做结合的。伫个卖冰淇淋这个行业愈来愈普及了后，利润就慢慢开始变悬。根据迄个时阵对贩卖业的调查的结果就是讲吼，1938年伫规个台北有268间的卖冰淇淋的商店。无怪迄个时阵啊，就有人咧讲吼，第一卖冰，第二做医生啊。因为迄个时阵吼，做冰的技术吼开始普遍了吼，伊个开时间就去做迄种时间成本，就开始变低啊。迄个时阵吼，就互人讲吼，做这趁钱吼较赢，读册做医生啦。是，因为咱即马已经会使伫个网络查做遮1910年的台湾资料啊，所以前几档啊，这网友啊，就甲即个华裔的双十，搁有冰淇淋的双十，港英就推出即个冰淇淋节的活动，嘛是提起咱即马的台湾人讲吼，其实伫个迄个时阵的台湾就已经有家己的产业，搁有遮的历史啊。另外一方面吼，咱台湾除了较多讲着冰淇淋了吼，阁有真济会当怀念也是介绍的一寡冰，譬如讲吼，咱以前有一款冰叫做芋冰，你毋通听讲伊的名芋冰吼，伊口味当蚵仔哦。一开始上早卖的时阵，当然当蚵仔，也毋过抓落来吼，开始有柠檬啦、旺来，旺来你捌食过？对，我捌食过旺来口味。旺来口味，咱遮所有的口味合做伙，咱拢甲叫芋冰。这个芋冰甲咱拄则讲的冰淇淋是无共款的做法咯。拄则冰淇淋是掺迄个牛奶对无？是。这个芋冰伊是甲遮的原料摕去冷冻，再甲伊变做会使熬做一球一球的这芋冰，无就是掺迄款树珠粉来去牵起，互伊袂遐紧扭起。毋知影大家佫会记你细汉时阵有听过迄款把布的声无？把布。嘿，就是卖芋冰的人啊，伊就会摕迄把布，甲你讲哦，伊要来卖芋冰啊。这时阵你就会使去甲伊买一支，甲伊交关一下。这是阮细汉的时阵拢有用。嘿，人家是咱做伙有的哦。是啊，我甲你讲，迄个时阵吼，我听迄车柜伊迄声是叮叮叮叮叮叮叮，把布。有当时吼，因就是骑脚踏车，无就是骑迄三轮车，无就是有诶吼较进步、较现代，伊佫有骑乌托邦咧卖。除了芋冰以外吼，把布过来，伊可能嘛会卖鸡仔冰。讲到鸡仔冰吼，即摆像咧超商，也是文创商品店内底，拢常常看到伊诶形影。鸡仔冰即项物件，佫会当甲叫做酸仔冰，也是。冰机过来咱要来介绍的就是串冰，咱拢知影串就是有一个幼幼的
好，煞。带即个字，就是有一个幼幼的空，对无？一个幼幼的空，咱甲一寡菜啊，还是讲果子放起来，安尼带一丝一丝的安尼。叽气是安尼，叽。阮兜拢用手啦。较瘦啊，无多。啊，对，阮对对，就是爱安尼带。啊，你可能是我记用教的这啊。啊，若是讲吼，迄带冰真简单，就是变做用冰落去带。啊，咱带好一丝一丝了，就淋一寡糖水啊，还是讲迄牛奶糕，安尼这碗冰就甜不就完成啊。啊，毋过即马吼，这个带冰已经伊的口味变做足多元啦。譬如讲啥物红豆啦、土豆啦、山药啊，佮有嘛食。啊，你嘛会使淋啥物珍珠啦，淋啥物绿豆啦。我以前的时阵吼，拢甲迄料经满满。伊讲5项，我就是经5项。要毋过即马吼，我愈来愈爱食，较多你讲的清冰，年岁愈大。愈感觉即种冰愈来愈好食。阿公嘛是介意食清冰，嘿，我看你阿公，我年岁看你阿公无共款。我阿公啊，伊佫有食，啊，佫做淋迄个维达利，我感觉嘛就好。维达利？嘿啊，伊就买清冰无糖水的清冰淋维达利。维达利。伊。咱无啥物代沟，咱无啥物代沟，看解，无啥物代沟。好啦，观众朋友，我来讲吼，咱今仔日吼，讲为日本时代开始讲，讲到鸡仔冰，讲到冰淇淋。虽然咱即马吼开始吼天气开始变入去秋天，也毋过吼有当时啊有秋后热，秋后热就是讲有当时啊秋天你感觉有当时啊下晡啊中昼的时阵嘛是感觉热热，你得当去经一间你喜的冰店，啊毋管吼伊毋免是冬天寒天的时阵你会食冰，只要吼你感觉你会当享受这个时间，你就尽量去食。是。后悔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家一年等，拜拜。